呢度咧係一間出品幾有要求嘅小店，選材處理咧都係肉眼可見嘅用心啊！呢餐2個人，合共消費109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。自從我嘅新店李州記同埋 Cherry Drinks 開業以嚟，我每日都翻嚟上鐘，因此外出覓食機會都少咗。恰逢今日人手充足，就偷偷溜出嚟同大佬四圍行下。最近又喺度研發緊新湯底嘅，所以就留意到佢阿納大飯店。雖然叫大飯店，但其實都幾骨子噶。3米左右嘅門頭，室外有2張台，室內感覺最多可以坐12個人。幕布之後就係廚房種地啦。7點半左右到店，店外只有阿姨自己一個獨擔大旗。南洋叻沙對應呢個價格，齋睇呢個用料就已經可以感覺到係幾有誠意噶啦。魷魚豆腐卜、金不換白貝、油炸魚棗、半隻溏心蛋，仲有一隻品相都幾唔錯嘅大海蝦。湯底香氣相當唔錯，幾有食慾噶。椰漿味同埋辣度都足夠，鹹度對我嚟講需要再鹹啲。還是四周都冇見到可以自行加鹹嘅調料。煮食嘅量對於女仔嚟講應該係夠噶。以我嘅食量我感覺可以直接食2個。熱辣滾燙有一定嘅鮮味，整體嚟講係值得一試噶。隨餐加5蚊可以換購檸檬茶，不過就一般般啦，唔推薦。嚟都嚟咗啦，就試埋清湯牛腩。牛腩嘅處理相當唔錯，整體軟滑但並唔鬆散，仲有少少肉感添。調味係生咗喺我審美之上噶，並唔係厚重嘅柱侯醬風格，而係透住香料清香嘅清爽型啊。額外嘅油膩感都相當低，食起身十分友好，值得一試。黑椒雞翼。落單嗰陣阿姨就已經提醒噶啦，需要等20分鐘以上，因為係現點現烤噶。呢個應該係烤箱嘅產物啦。表面睇起身相當乾爽，表皮嘅大部分油脂都已經被逼出，有輕微嘅脆感。肉並唔乾柴，有一定嘅嫩度同埋汁水，整體偏鹹一啲，但瑕不掩瑜。36蚊有6隻，呢個價格之下，值得我強烈推薦啦。咖央吐司麵包烤嘅時間可以再長啲，如果有埋脆感就更加好啦。呢個咖央醬應該係店家手工自製嘅，有誠意，但並冇生喺我嘅審美之上。如果整體可以再濃稠一啲，椰糖嘅味道更加重會更加好咯。呢餐2個人，合共消費109。有高佢講一句，呢度係一間出品幾有要求嘅小店，選材處理都係肉眼可見嘅用心啊！路過嘅話，絕對值得一試。嚟嘅話，記得留意一下呢個打烊嘅時間，8點就打烊噶啦，要食要趁早啦。飯後輕輕散咗個步啦，去試咗下最近有啲 hit 嘅西華雪糕行，阿姨相當有熱情噶，濃濃嘅老廣人情味，揀咗雙球。鹹蛋黃同埋薄荷，老實講口味並唔驚豔，不過衝住呢把扇嘅粵韻風華，順路經過嚟食下都未嘗不可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